香菜加上老干妈，碰出新滋味。先来听听这个热好的辣油，加上牛奶。接着加入面粉、蛋黄、全蛋液、打发的蛋奶霜，然后铺上烤盘，接着烘烤。出炉后，再涂上制作好的内馅，卷起来。接着由朱蒂卡讲解感想。它不辣哎，不会辣，它不辣，我觉得是香，它不是辣。好香哦，它是香，不是辣。哎，好好吃哦。然后刚刚喝起来了。